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恳求真理的圣灵赐我们悟性，使我们明白真理，行出真理，活出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福音经课所读的经文是最受误解，而且常常拿来笑基督徒的，对不对？好多我有遇到人跟我讲说，你们基督教很妨碍风化，如果人家拿你的内衣，结果你什么外衣全部都给人家。还有一个人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牧师，你今天要讲的道就是今天这一篇，你有没有做？”牧师说：“我尽量了。”他就用右手打他的右脸，拍下去。他说：“牧师，左脸翻过来。”那个会众在看，那时候很难过，就让他再打一下。打了以后呢，那牧师只好继续讲道，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可是越讲越心不甘，越讲越心不甘。一聚会结束以后，他就抓那个弟兄的头打，说：“神的震怒藏在恶人头上。”就在背那个经文。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我们非常难做到的，又非常难过的。那这段经文到底怎么样？我这几天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我们常常误解了。那我们要怎么了解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马太福音第5章，其实是21节到48节，是一个整个段落，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讲那个更大的义。他用的话语都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样一共发生了6次。耶稣用6个对偶式的来说明，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上主日论到宽恕、奸淫、离婚、发誓。我们今天要谈2个，一个就是那个复仇以及爱仇敌的事情。这6个对比都是初代教会中东人最重视的面子男人常常参加各种挑衅跟应战，极力要羞辱对方、贬义对方，来增加自己家庭的荣誉。其实那不是荣誉的，那是面子。所以他们认为面子只能彼消我长，彼此消长，没有办法共赢跟共荣，跟圣经所说的不一样。圣经上要我们爱人如己，是双赢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文化也是单向的伦理，是很悲哀的。君要臣死，怎么样？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呢？子不能不亡，对不对？你老爸叫你死，你就要自杀呢。你老妈叫你孔雀东南飞，你知道乌龟西北爬，就是要离婚。或者好方面单向伦理。可是圣经上说，你们做父亲的要怎么样？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做妻子的要怎么样？都是双向的，都是共荣、互相双赢的。可是当时的文化是彼此消长，所以一定要把对方挤了地。我有一个亲戚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住在饭店，结果两边的亲家住在隔壁。我说干嘛？半夜起来，那边的亲家说，拿着他女儿的鞋子就压他那个媳妇的鞋子，那个女婿，我会打你头壳咧咧，我鞋踏你鞋，踏你到头垂垂，然后就回去睡觉了。那边的又亲家跑过来，拿他儿子的鞋，我会打你我的头壳咧咧。2个人都好像一定要把对方压下去。当时的文化就是这样子。那耶稣基督呢，矫正当时的文化。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来看21节到26节。耶稣禁止人一切攻击的行为跟话语，甚至于受到挑衅的时候，也不要针锋相对。21节到22节，如果万一你挑衅的人，你要撤回告诉，然后跟他和好。23节到26节。这个耶稣这样吩咐在当时人说，这简直是孬种、懦弱，对不对？偏偏耶稣要人家这样做，宁可接受处日，
好，我们看27节、32节。27节到32节是禁止人用性欲来做攻击武器，因为当时男人觉得面子就是要保持家里的女性、母亲、妻女、姐妹的贞洁。但是，如果一个人觊觎了别人的女人，就等于夺他父家的荣誉，这是非同小可。那休妻呢？这简直是侮辱女方的家长，就引起了世代结仇、冤冤相报。所以婚姻应该是两个家庭的荣誉的结合。好，我们看33节到37节，是禁止人用发誓来呼求上帝为自己的信誉做保证，来维持荣誉。那耶稣也不许。好，那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来看38节到48节。今天就论到复仇跟爱仇敌，这是6对中间最严厉而且最难达到的。最严厉是因为连最后的保障也不要，最难达到的是因为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这段圣经呢，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正确的解释你连做都做不到，而且又觉得基督徒怎么那么孬种。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禁止报复，38节到42节。这个禁止报复我们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非常鼓励报仇，叫做有仇不报怎么样？非君子。君子报仇呢？10年不晚3年你的是3年就要报了10年，对不对？还有呢，仇人相见怎么样？分外怎么样？分外眼红。杀父之仇要怎么样？不共戴天。更血腥的是斩草要除根，对不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宁可错杀1万，也不可漏过一个。这些文化里面，所以这种无限制报仇主义，台语有没有？人不还我，我不还人；人就还我，我不交人。这是写中亚人啊，中亚人的文化，对不对？那现在那个戏剧里面都说怎么样？加倍什么奉还，都加倍奉还。我以前也被那个老师洗脑，所以我初中的时候我就有那种无限制报仇主义。我被初中的导师记大过，我就立志要杀他们全家。他刚好有7个孩子，他生对6个。我们那个老师外号叫西瓜。他最后生孩子的时候，我送他秋水仙素。我们同学说干嘛说？因为要产生无籽西瓜。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想报复，要杀他们全家了。我都幻化下去了。我那个老师都很恐惧，真的很恐惧。我跟他讲说，我怕我忘记，我每年新的日记跟那个手册一定记下来，而且我要杀他之前，要在100天内让他天天都接到信息。哇！他从西装要穿出来，里面画面有写一个100。第2天呢，从冰箱拿出来有一个99。我那时候我都喜欢在设计这一些，整天在想如何报复。所以实在是，如果没有福音救了我，我真的已经不见了，真的不见了。你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有30个来考雄中，我们班上有考到28个，我没有来考。那天做什么？那天我带着刺刀来雄中来挑衅，找我那个同学。所以你们很能想象我这样的人，难怪我参加初中同学会，我们班上会看到我大笑。他说：“怎么我们班上会出一个牧师呢？你那个罪恶太重了，所以你来赎罪。”他认为我是在赎罪的。好，我们来看旧约这个诫命。我们的诫命我们都搞错了。为什么？来，摩西的律法对暴力的行为规定要施予同样的对待。例如，来出埃及记21章12节说：“凡打人致死的，应被处死。”那引申呢，就是引申为出埃及21章22节就引申了。他说，如果有人因打架而伤了孕妇，而那个孕妇本人受伤害，那个人就要以命代命，以命偿命。如果你伤了那个孕妇的眼睛，就要以眼还眼；伤了牙齿就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创伤还创伤，以鞭伤还鞭痕。同样的，如果伤害人，就要对等待之，连外侨、外籍劳工都一样。所以利未记24章19节到22节。所以如果一个人作假见证陷害了人，圣经上怎么教导呢？申命记19章说，对于这种人，你不必怜悯，应当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到了罗马帝国，十二铜表律也让人家知道，这个伤害人要付出同等代价。请注意，摩西法律定的是公法，是民法的刑法，不是民间自己的报酬，不是，我们都搞错了。如果民间报酬的话，那每一个人都认为，对不对？都认为要报仇，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摩西立法的精神是考虑到人性的弱点，因为人一气愤填膺，就漫无标准的野蛮的报复，就等于重蹈了那个拉麦的那个报复律。拉麦说，杀该隐的，他要遭报7倍；如果杀我拉麦的，我要重罚70个7倍。创世纪4章24节，就是无限制的报仇主义。所以这个律法本身，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么多的经文，它不是给私人报复的，不是给私人来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帮助法官判案的时候的公平原则。像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避免无止境的暴力的升高，使社会陷入混乱跟崩溃，就很像18世纪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哪一个小朋友偷了面包，饿了肚子偷了面包，就把他手斩掉。那时候，而且那时候规定更严啊！哪一个人如果欠了钱，就把你关起来，你没有还就永远关到死。所以约翰卫斯理的爸爸曾经被关进去，他妈妈就赶快拿那个，最后把他的首饰什么都卖了，要去把他爸爸赎回来，不然就关到死。以前的那个法律无限制报仇主义，那很可怕。到现在中东的那个还是这样子。摩西有限度的允许法律上做有限度的报复，但是他却要我们记住上帝的教训。法庭上是这样报复，但人与人之间呢？好，上帝怎么教训我们？我们来看利未记19章17节到18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不可怀恨兄弟，要坦白的指责你同胞的错误，免得自己陷入罪恶。不可报仇，也不可以埋怨本国的同胞，要爱自己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因为我是耶和华。这句要爱自己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跟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律法。所以摩西允许法庭做有限度的报复，但是他立法的精神要人与人之间用爱来宽恕对方。所以以色列人却把这个只限制于自己本国的同胞，好，耶稣就提出了新的命令。耶稣对于古老的摩西的律法提出新的解释，他怎么说呢？他说出根本的原则说，第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跟恶人作对。他说，摩西的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建立在一个公平报复律，那是法庭上的公平报复律。但人有罪性，人不可能维持公平，往往借着讨公平之名而构成更大的不正义。所以耶稣要求门徒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另一方面，耶稣基督肯定个人、族群、国家的各种冲突，唯一有效的解决的办法，就是都接受来自上帝的爱，互相尊敬跟尊重。真正的公义必须以仁爱为基础。所以耶稣基督所谓的不抵抗主义，是天国来临以后活出上帝的爱。所以摩西所设的那个是指引，你知道那个旧约的律法就是头拉的意思是指标，人生迈向幸福的指标，而不是指令。所以因此人其实可以被打落门牙的时候，还可以或血吞。相对而言，意思就是人的慈悲宽仁不应当设限。所以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耶稣说：“70个7次。”
好，然后接着呢，耶稣基督又举出3个具体的实况来说明这个原则。这3个具体的实况我们都很难接受。其实，请注意，这3个具体的实况是指着法庭的，这样了解吗？是法庭的，因为马太是用在法庭的立场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实况：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由他打。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打，一定是打他左耳光嘛，怎么会打他右脸呢？所以他不是用一打怎么打啊？就他摸下去那怎么？那不是，是用刮的啦，国的啦，是用右手打你右脸颊，就用刮的。这种刮下去，其实是这个犹太拉比说这是双倍的侮辱跟轻蔑。马太福音26章67节，耶稣被认为说奸妄的话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羞辱他，也是这样裹他，用的同一个动词。这个很像以赛亚书50章第6节，上主的仆人忍受屈辱跟恶待。同样，耶稣要我们用这种容忍的精神，既不策划报复，又不诉诸法律。耶稣的意思是，即使有人直接向你展开最厉害、最有计划的人身攻击、侮辱或者宗教逼迫，你绝不要报复，也不要怨恨。上主日我们提到不要挑衅人，今天进一步提到禁止应战，意思是什么？其实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裹你呢？为什么不用打呢？表示你这个人把他激怒到，你把他逼到他对方实在是忍无可忍，整个愤怒出来了，是在这种情况下了，这样了解吗？一般人怎么看到人会裹人家呢？对不对？很多人对我非常看不惯，只是骂一骂、瞪一瞪而已，会到这个地步，表示你已经把人家羞辱、践踏到这个地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在这个背景要了解，而且是法庭上判你啊，你这样把他践踏到那个对方愤怒到这个地步，所以意思就是，当我激怒到对方受不了，打你右颊的时候，是蓄意要侮辱你。他整个愤怒的时候，你说好，我错了，我愿意化解仇恨，不妨让他走人家打，这样了解吗？不要像刚才我讲那个牧师了，被打得气到不得了，说神的震怒藏在恶人头上，那也是圣经的经节。好，犹太传统认为出自本能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爱恨分明，是男人本色，是天经地义的。耶利米书11章20节、20章11节、诗篇58篇11节，这一些都是他认为这个才是恢复面子、合情合理的途径。然后耶稣基督根本就拒绝，反其道而行。他吩咐门徒：当你真的伤害人的时候，你敢不敢认错？敢不敢接受人家对你的羞辱？这样了解哈？不是人家无理取闹。所以耶稣这样讲，人家认为这是愚不可及，这简直是消极无耻到极点，不配做男人，任人宰割。所以当时的人认为丧失荣誉是最不幸的，就生不如死。尼采就批评耶稣提倡奴性道德，所以尼采才用强人。那我高中1年级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我就整天读尼采，读他的《查图拉斯特拉如此说》，整天都要做强人。所以我初中同学大部分几乎每一个人都被我霸凌过，真的是。我小学的时候霸凌同学是呼召全班一起攻击他。你们很难想象哦，我小学的时候恨一个同学哦，我初中只要遇到他都打他，每次遇到他都打，他就找很多人要打我，我就躲，就看到人就打，你知道我信主以后，我一直在找这个人都找不到，从 Google 找不到，看你们会不会帮我找，我也到他的老家去找他，好几次要找他跟他道歉跟认罪，跟他悔改，要买个东西给他，是这样子。好，你知道吗？其实耶稣要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样是真正有面子啊？基督徒要求荣誉不要面子真正的男子汉不是死不认错死不改过死不道歉，死不和解这样了解吗？如果我们敢和解然后人家打我们，我们敢羞辱，敢赔偿，
这是尊荣啊，这是尊荣啊！我们不是啊，我们都爱面子啊。所以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很注重荣誉，他的荣誉观跟世俗真的不一样。耶稣清楚的要求公道，对无力打他耳光的差役，耶稣问他说：“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指正我错在哪里？如果我讲的对，你为什么打我？”这是约翰福音18章22节到23节。所以耶稣基督也没有让人家这样子啊，因为耶稣没有犯错去激怒人啊，了解吗？耶稣没有需要赔偿人啊，但是人家对他不公义的时候，耶稣还是这样。但是耶稣所要求的公义是不含暴力，以暴易暴只产生更多的暴力，你争我夺，明争暗斗，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自认有理，然后出师有名，连侵略者都堂而皇之，认为出师有名。所以圣经的教训，那个不抵抗主义，不是柔弱无能不抵抗啊，好汉不吃眼亏了。眼亏也不是阴狠的信念啊，你这恶被恶人卡啊，将来上帝要报应你啊，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是上帝是爱，背国的事很少发生啦，但是大小的侮辱常常有了。我有一次被请去那个天母国中演讲，我一进去，同学每一个愤怒的瞪着我，为什么？因为他们仇恨的导师全部都到我身上。第一个他站起来说：“你这老高。”我说：“台北人怎么讲台语啊？你这老高，你这老啊，你要讲啥？你敢知我在笑脸的开口？讲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吗？”然后下马威3个，他们都串好3个。第二个说：“你是给个老爸几年啊？你要讲啥？你为了几年你就出来讲，出一个嘴啊！”我就3个这样羞辱我嘞。那我就听了我微笑，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我今晚是老高哦。我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可是他国中的时候，我去那个寿安国中找他，他们班上同学说：‘你哪跟我来找你啊？’我讲我还没生过，我是因爸。我那阵就老，我不是这么老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头发白吗？因为我怕蒙了不白之冤。我就跟他们讲，他们就笑起来。第二个，然后就讲了笑起来，我就开始演讲了。如果很生气说冲上，我就出去了，不需要了，就幽默一点了。耶稣基督要我们对侮辱不怀恨，对亲妹不报复，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也好不了多少。为什么？因为耶稣被称为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跟娼妓的一伙的人，对不对？连高连轰高轰，因为高动工，耶稣怎么说专教那些人呢？对不对？一定是一丘之什么？一丘之貉。所以当时初代的基督徒也被羞辱为不道德、无耻的食人者跟纵火者，因为聚会的就有爱宴，所以整个都被羞辱啊。约翰卫斯理的时代，约翰卫斯理被羞辱啊。最后他们把那些寻道友抓过来，最后告他的证据就是他们常常唱诗歌赞美上帝，让我耳朵受不了。那个法官说：“为什么唱诗歌？对不对？”所以敬拜赞美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个约翰卫斯理时代，哇，他们什么事都奉主名。这种你知道，约翰卫斯理有一个好朋友韦伯福斯，这个人为黑奴解放黑奴运动，结果被人家说他是一个整天殴打妻子的，是那个童什么？台北那个童议员的翻版，就被人这样笑，其实没有。然后他娶了一个黑奴，所以他才会救黑奴。都是这样冤枉人。所以常常挨打的其实是弱势族群。初代的教会一直被欺压，直到第4世纪的时候才没有。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但是教会一开始，你知道做什么？当君士坦丁大帝信了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就开始反扑。以前是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南征北讨，急速扩张，然后有了所谓的正义之战。你知道吗？不是实行东西，是那些受伤害那些殉道者出来。有一些殉道者就是就以前被打被冤枉啊，他就接受耶稣的暴力，但是有一些人就出来反扑。那时候圣奥古斯丁这位主教，他说：“任何允许或者推动这种残害人的活动，而不感到痛心疾首的人，都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失漏了人性里面的共同点。”这在《上帝之城》第7章，他在讲到教会没有遵行这个道。好，
所以，请注意这段圣经的说法，我们了解了以后就知道说：哎呀，当我犯错犯过的时候，我不要死不认错了，死不道歉了。别人激怒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化解了，对不对？伸手不打什么笑脸人呐、好，就是这样打。好，第二个我们来看：若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这也是在法庭嘛。只有在法庭，法官才有权柄判你依法剥夺你的内衣嘛，对不对？不是法庭怎么会呢？所以你愿意化解诉讼，甚至于不坚持自己仅有的外衣，因为当时的外衣是白天当衣服穿，晚上当那个毯子盖那个长袍啊，对不对？这个，所以里衣是棉质的，棉或者麻，通常有2件可以替换，所以律法上规定里衣可以典当，外衣是不能典当的。你看那个出埃及记22章26到27说：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当头，日落以先你要还他呢，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呢，盖他身上的衣呢。若是没有，他晚上怎么睡觉啊？会冻死啊！座位温差那么大。好，在这里基督徒而言是说，当我们对社会有亏欠，咱欠人的钱，当我们亏欠，或者你做了像魏应充这样的事情，你要道歉的时候怎么道歉？你对社会亏欠要赔偿的时候，要尽全力啊来解决诉讼啊！你要赔你的里衣啊，甘愿被人家拿去啊，连外衣啊那个更值钱的，而且仅有的，而且是晚上要盖的，你都愿意给人，所以是超越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的律法，表示基督徒欢喜甘愿赔偿，甘愿补偿人家。这样做才是对嘛，对不对？啊，你不要讹诈了人，然后再把这个钱拿来奉献，拿来那个，而且还要刻名字，我怎么接受？我都没办法接受。所以这段这样子，所以不是说人家要拿你的衣服，你就人家让他倒，不是。这个有人哈，我们看第3个更清楚。来41节，有人逼你走1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你知道有人，我们的和本都算有人嘛，我们就搞不清楚，以为任何人，不是，是法官呐。所以罗马政府的规定，被殖民统治的人有义务替军队运送补给，强迫他走1里路。强迫他走1里路的是罗马占领军呐。我们的和本用有人呐。刚才那个有人告诉你拿你的里衣，你们知道是法院的判决啦，这样了解吗？就清楚，你做坏了，被人家抓到把柄了。好啊，这个呢，这个走1里路就不是，明明你有要事，结果呢，可是法律规定，被统治者你没办法拒绝嘛。所以那时候每一个人都走得很不甘心，就像耶稣背着十字架要往哥哥他的时候，有一个倒霉的古利奈人就被人家抓过来帮耶稣背十字架嘛，对不对？背十字架是很丢脸的事，那就我的古利奈人。古利奈人就帮耶稣背十字架，结果他不但信主了，他儿子也信主了，他儿子还以后还当主教。好，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是要我们突破自己的限制，不要以人我行的自由为念。人我行大家知道哈？有一个叫人我行，人我行就是任我行啊，任我自由而行啊，那个是什么？笑傲江湖那个人啊，所以在讲我们人都是很喜欢任我行。当无理可争的任务交给你，就是占领军强迫你背军备，这个是很无聊、很无理，这个法律就是恶法嘛，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埋怨，不要怀恨，不要愤怒，不要无奈，不要无效率的走1里路，只做到最起码的标准。你反而要欢欢喜喜的服务，面带笑容，一心一意的做到尽善尽美。第1里路完了以后，罗马兵丁就很无奈的，一定把你收回来自己扛。你说不用，我再帮你走2里路。以前被老师罚跑1000公尺，我就跑2000送给他。老师说干嘛你等那么久？我说这个明天的。其实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是要尽本分啊，而且超过别人的所求所盼望的。
基督徒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关心的是帮助别人。从这一点来讲，是基督徒要走第二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妻子的，就要让丈夫满意啦；做父母的，让儿女满意啦；做儿女让父母满意啦。然后，当员工的，让老板满意啦；当老板的，让员工满意啦。双赢啦，都为对方多想一些啦。耶稣基督其实在讲犹太的领袖用各种法令增加人民的重担，自己连一根指头也不动。马太福音23章第4节，耶稣基督认为这个跟异族统治、强迫人义务劳动没有分别啦。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消极的，他是要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积极以善胜恶的人。其实这也是另类的抗议啊！耶稣面对那些审问他的权贵，他根本就不回答任何问题。结果他一回答，他们就受不了。马太福音26章64到65节。所以以上3个案例其实都是法庭的案例，有不抵抗的味道，看起来好像助长不公义。其实这是对个人的恩怨采用不抵抗主义啊，但是对社会的不公义的侵犯，基督徒要怎么样？了解吗？基督徒要怎么样？你知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了一本书我真的很惊讶。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尼布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讲到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那么敬虔，个人人品很好，很道德，但是一面对公众事务的时候，非常的不公义。为什么这个人对人很公义、很恩慈，然后对家庭都很好？所以他在外面表现的可是他在家里就是另外一个人。好，这本书讲到的是说，我们对社会是求公义，对个人是求恩慈。好，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对于个人的恩怨，我采取不抵抗主义；对社会的不公义的侵犯，我必须还击，免得更多无辜人受害。所以才有那个潘霍华他组成暗杀队要杀希特勒。他说这个希特勒是疯了啊，他已经杀了600万犹太人了。人家说你们这牧师的怎么可以这样做？你知道潘霍华说怎么说？当你看到个疯犯开着疯了的疯子啊，开着车这样撞人，难道你牧师在下面就撞死了以后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平安的回去吧？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你跳上车把那个人干掉，拉下来，免得他继续杀人？这是潘霍华的那个伦理啊。所以今天的实况神学就是要挑战不公义，譬如说对肤色啊、种族啊、性别啊、阶级啊，应该我们要这一方面要争取公义。OK，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3个例子是对个人恩慈。好，最后一个积极的命令是：若有求你的，你就给他；若有借贷的，不可推辞。哇，这被误解了，对不对？读了这一节圣经，赶快跑来跟牧师借钱。牧师如果敢反对或者不借的话，就公布了不配当牧师，连神的话都不接受。这句话实在是，请问摩西有没有规定借东西给同胞不可以取利息？有啦，出埃及记22章25节。因为只有穷人才会来借贷啊，甚至债务人到了第7年的时候还无法归还，债权人就要把他豁免，除非是外国人。申命记15章1到3节。因为7是神圣的数字，完整的数字，象征那个人穷到极点，根本还不起，欠了7年还不还，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看开了。因为记住穷人的是借钱给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要偿还。这箴言第19章17节。好，请注意，今天读的那个42节的动词给是希腊文的 aorist， 是什么？是过去起始句，是一次性的动作。这样听懂吗？意思就是那个人实在穷到没有办法了，他不得已跑来跟你救的时候，跑来跟你借的时候，你是救急不救穷啊。他如果要借你的钱，跑去签6合彩或者跑去投资理财，那个都不是你的责任呐。
你的责任是他真的活不下去了，救急不救穷，视他人的急需先于自己的方便。所以马太的背景是以当时的基督徒团体的生活背景啊。基督徒当时被迫害，很多人就是活不下去了。他来找基督徒的时候，大家帮助他啦，不是他们游手好闲呐。这个场域跟经文没有搞不清楚的话，所以有人搞不清楚的话，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倒霉了，一直跟你借，然后基督徒过着穷苦的生活，变成什么？变成丐帮的，了解吗？啊，然后呢，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都活得很快乐，因为又有钱又有闲。这是荒谬，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是一个什么？一次性救急不救穷的。所以对这种急难救助，我们不要推辞，要欢喜甘心的借给对方。好，我们看第6个例子，这最可怕的是爱仇敌啦。这个第6个对我反爱仇敌，来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敌人。圣经上没有叫我们恨仇敌啦。但传统的思想里面，爱邻舍恨仇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一般人的处事的态度。耶稣却说：你当爱你的仇人，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好，这个就很难了。仇人也要爱吗？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中文没办法翻出来。那个爱，希腊文有4种，一种叫 storge。是家庭亲情的爱，一种是 eros， 男女之间的情爱或者性爱。filial 是亲密的友谊，彼此分担分享的亲密的友谊之爱。然后 agape 是圣爱，是不论对方怎么对待我，侮辱我、羞辱我、伤害我，我却不容许我敌意，仍然以善胜恶，而且对这个人别无所求，是 agape。所以圣经上要我们爱仇敌，是用阿嘎培的爱啊。阿嘎培是上帝爱世人的爱啊。所以因为我领受上帝无条件的爱，所以我来爱人，不是我这个人很贱呐，了解吗？被内狂啦，人家恨我、伤害我，我就爱对方，这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是这样的，这样弄清楚吗？如果圣经经文如果没有解释清楚，我们读起来很辛苦。所以对仇敌的爱，必须用耶稣基督阿嘎培的爱。以意志以善胜恶，胜过我天性的愤怒跟苦毒，容许对方任我行。耶稣基督把这个爱跟家庭、邻舍、生活接触的，跟那个亲子之爱是有别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能用爱我儿女的爱来爱仇敌，不可以；爱我太太爱来爱仇敌，那是成什么体统啊？是要用上帝的圣爱。你知道我们爱儿女，就要管教，就要 discipline， 对不对？可是呢，爱仇敌你没办法管教他，你就是这样爱。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上帝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的。耶稣基督爱我们，宽恕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很像八福里面那个缔造和平的人，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马太福音5章9节。所以耶稣基督在讲那个爱的理由，是因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其实这句话是呼吁旧约的智慧文学论到创造主的教导。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爱仇敌，这是震撼古今的说法，超越了上帝赏善罚恶的道理。犹太人认为恶人侮辱上帝，理当受罚。结果上帝竟然去宽恕这些人，实在有损至高恩主的荣誉啊！可是耶稣基督却要我们效法天父对世人的爱。天父怎么先临到怎么爱我自己，照样我就用这爱来爱人。换句话说，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以恩报恩；当时我们领受上帝的爱，就以爱还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些观念已经超越了佛经、印度教的犬陀经里面最高的那个伦理。你有没有发现，门徒应当避开挑战跟应战的荣誉竞赛，甘心受辱，让人轻视、丧失人间的声望，获取天国的荣誉？这是像天父一样。而且你知道吗？46节到47节说是要超越常情的爱。
因为爱仇敌这个太震撼了，救也找不到，连诗篇也没有。诗篇也要求上帝征讨恶人，然后主持公道。而耶稣基督又生在这个充满仇恨的环境，认识到那个仇恨的力量实在太大了，人非有上帝的恩宠，没有办法制止仇恨。所以耶稣一生要成全上帝的旨意，他就要我们远远超越人之常情，就是犹太人所轻视的税吏跟罪人跟外邦人一样。好，耶稣基督要我们冲破那个报恩跟互惠礼尚往来的水准，要效法天父那种宽宏慈悲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引用了什么？引用利未记19章2节。19章2节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的。”他把圣改为完全。换句话说，这个完全不是要我们十全十美啊，不是这样。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蒙召像天父一样宽容跟包容。来，当那个所罗门向上帝要求智慧的时候，上帝不但给他智慧，而给他宽广的心，意思就是要我们宽广包容人。所以只有一种方法达到这个目标，就是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好，在救恩计划里面，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呢就要效法耶稣基督来行出来。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整段的反论里面，耶稣从来没有反对律法，而引导我们回到律法的精神和律法的源头，肯定去探讨上帝的心意，然后用耶稣基督的理解跟诠释去实践。所以上帝的律法不是一种感觉而已，而是在圣灵里面的神圣的力量的帮助之下，我们采取活动，采取行动，把基督的真理活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承认我们对人有许多的亏欠。当我们的亏欠引致别人对我们的羞辱跟报复的时候，主啊，恩待我们勇于承认，勇于认错，勇于道歉，勇于赔偿。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许多在许多地方不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求主也怜悯我们，主让我们跟人真正的和解，我们能够缔造和平，带领我们像天父一样宽容跟爱。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